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9月7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对于6号开始落的大雨，造成台南市侪所在淹水，道路封起来，交通大拍夹。议员谢龙介质疑市长赖清德曾经讲伊上任3冬，就当解决台南市10几冬来的淹水问题，但即马事实藏伫眼前，因此伊呼吁市府必须要下出具体治水的政策甲做法。6号中昼过后的好大雨，互台南市伫短短时间内就累积庞大的雨量，真侪所在拢因为未库排水，必须封路，造成交通大乱。对此，议员谢龙介批评市长赖清德治水唔通只是挂口号，要彻底检讨治犯的重点。我做市长应该是唔通挂住我尾。我相信三亚溪淹水30年，对丹东山到苏焕地，那么一直到台南市的中灿房、苦田仔、早前的死地面，大家针对县市中间这条三亚溪，拢有付出努力啊。殊不知呢，赖市长伊就想讲安尼，这个工程做好啦。伊就讲，这3年伊解决啦，永远袂去淹水啊。当其时，苏焕地县长嘛伫伊的 FB 内底呢，来发表伊的感慨啊。所以我认为执政的人爱面对现实。议员谢龙介指出，针对水患的问题，议会早就反映过真侪摆，不过淹水的所在也是定定淹水，呼吁市府应该爱重新比心。灾况呢，遍布满台南市。参山区也淹水，所以咱希望讲市府这个团队啦，坦白讲，大家应该落实交案。议会大家甲恁反映的，恁也拢无要无伊。淹水这是对市民，你看参的营业场所、餐厅、麦当劳、人的饭店、徛街，全部拢淹入去。淹水毋是讲天。好天啦，水退啊，安尼就山呢，内底的清理、土沙粉啊淹入去，摒扫等等，所以将心比心啦我对市民嘛感觉真感慨啊。议员表示，未来将召集议会干务小组来针对市府治水失效的部分做修正，同时再次呼吁市府针对淹水的问题，应该爱事先做好应用。台新闻嘉山郭博义采访报道。这礼拜因为南台湾的低气压滞留，所以整个南台湾拢有真悬的落雨几率。昨台南就出现强降雨的现象，上大1点钟，伫咧宁德地区就降下了86.5公里的雨势，也造成侪所在雨水下袂离。水利局呼吁民众应该多加利用台南水情 APP， 随时注意落雨的状况。撇开淹水以及危险的路段，低气压滞留，这礼拜台南有真悬的几率会发生强降雨的状况。昨宁德地区就出现了1点钟落86.5公里的雨势，也有地下道或者是地势较低的所在淹水。水利局呼吁民众若要正确了解现主时淹水的状况，就要利用台南水情 APP， 会当清楚查明各区的落雨状况。甚至还有现场画面会当监控，帮助民众撇开危险的所在。那面对这样呢，整个气候形态非常的变化多端的一个情况之下呢，瞬间强降雨呢，其实大概已经是未来一个趋势，也没有办法避免的。所以民众这边呢，除了要随时注意我们的水情状况之外，对于自己呢，天助自助呢，自己也要多加的小心那水情的状况，从我们水利局这边呢，我们有发展一套水情的 APP。那这个水情 APP 大家可以手机下载，就可以随时注意到整个天气的变化情况、及时的雨量，还有我们各个河川水位的一个监控的画面。
那另外，我们也跟台南市所有的有线电视的业者这边有做合作。那在有线电视呢，也都会及时把我们的一个水位情况、天气的情况去做一个播放的动作。所以说，民众你如果没有智慧型手机，也可以在家透过有线电视来了解我们水情的状况。地势较低徛街，民众也当运用区公所所提供的沙包等等的物品来防止厝内底淹水。随时注意我们的天候形态。如果您家里是位在比较低洼的地区，我们全市呢都有跟公所这边有预布沙包，那也可以跟公所这边呢领取沙包来放在你们家门口来做挡水的动作。那另外，例如说像我们永康的大人街的部分，那个也是低洼经常淹水的地区。那这个部分呢，大人街这边的民众他有一个自保的一个行动，就是说他们有些就自己装设水闸门，当大雨来的时候呢，水不容易排出，他们就会及时的把水闸门来赶快阻力起来。那这几次的这些年呢，这个大人街这边的状况效果都非常好。那这一次呢，他们也有淹水，但是因为水闸门的阻力起来，就比较不会进到家里面。这届好大雨期间，水利局总共有41个抽水站启动抽水，并安排165台移动式的抽水机，尽全力避免淹水状况发生。咱新闻网站采访报道。由市府打造的优质阅读节目《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对去年精选出3位主持新秀，加入节目主持的团队大受好评。因此，台南市立图书馆今年继续办理精选活动，7号下午伫咧东区胜利国小举行，总共有24位国小的学童做伙来竞争小小主持人的位置。由台南市立图书馆主办，上主请3馆农有线电视新办的第2届非读不可主持新秀竞选活动，7号下晡伫东区胜利国小举行。这次总共有24位来自咱市各国小的学童做伙来竞争小小主持的位置。主办单位希望借着小朋友的参与，来推广阅读的风气。其实呢，共同参与的节目就是不只是由我们图书馆来录制节目，告诉大家说节目的一个形态，而是让小朋友一起来参与，就像知识一样，是共同参与所以来累积的哈。所以今年呢，我们继续呢来办理第2届的小小主持人的甄选。不过今年的竞争更激烈哈，去年是11位选出3位，今年呢是有24位来参加，一样的选出3位。竞选比赛分做2阶段进行，包括爱车报马仔主持访问大挑战，前3名将会当得到礼券。另外，阁有专业评审团评选出最佳人演奖、最佳服装造型以及最佳台风奖，拢会当得到精美的礼品1份。台新闻站山郭博义采访报道。主席基金会以发扬册芳为主题，7号伫咧安平进思堂举办送册活动，邀请台南地区14间国中小学将优良的课外书籍捐予因，希望会当提升小朋友的人文素养。主席师兄师姐整理装箱，内底堆了满满的册集。这款册是要送予台南地区14间国中小校。互偏乡的学生也会当有优良的课外册籍，会当学习。主席基金会推动阅读，这届活动除了送册以外，也邀请生命斗士刘明到现场分享生命奋斗的故事，就是希望学童会当看到无同款的视野，学习正面的人生观。我们今天的证书活动最主要是在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在阅读方面呢。更有广阔的领域那么慈济人文志业中心推广这些活动事实上呢，也让我们所有偏乡、所有我们的孩子们呢，能够从阅读中进而能思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培小草长大，其实上就是培育未来的人才。所以培育未来人才最重要的资粮就是阅读。所以推广这个活动呢，事实上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这种有意义的活动事实上可以
增广我们的人文的观念、人文的理念，在生活当中呢，能够更圆满、更幸福。借由这个证书的活动，让我们找到了另外的一个生命的泉源哦，因为阅读能够让我们找到以后的要实现梦想的一把钥匙，所以借由阅读然后我能够拓展到让小朋友启发他们的快乐的心因为我们受灾以后，有些小朋友快乐不起来，那借由这次的活动我们到这边感受到这个我们的慈济人文事业的帮忙，让我们更加的找到快乐的泉源。主席基金会表示，随着台湾生活品质的提升，需要社会上爱心人士关怀学童教育问题。协会希望会当借由摄影展、册展以及送册活动，会当提供予老师更加多元的教材运用，予学生一个优质的学读环境，伫咧爱的教育之下成长。今日新闻张文忠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引。被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虚拟游戏宝可梦引发热潮，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将协助学校针对虚拟游戏进行户外教学、交通安全、资讯素养、亲子教导这4项的议题，提供专业的意见。希望各校以乐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风潮，让虚拟游戏成为学童学习课业兴趣。宝可梦的游戏利用大量的地理资料甲虚拟实境，透过 GPS 定位系统，佮加上神奇宝贝故事，一推出就伫咧台湾引发热潮。因为市府教育局也推动行动学习真侪档，认为应该会当利用宝可梦的特性，让学生对户外课程更加有兴趣，将这个风潮变较积极又个正面。它其实也可以跟我们的教育呢做紧密的这个结合哈。以台南市来说，我们多年来呢一直长期的推动所谓的行动学习的方案啊。那在这个方案里面呢，其实老师们哈，他们也是运用这个教材上面的这个设计哈，然后教学法的这个结合哈，让我们的学生呢其实是可以透过网络啊、科技啊哈这样子来结合他们的这个学习内涵哈。那包括呢类似像这个不管是3D 的电子书啊，或者是这个虚拟实境的这个学习方式哈，其实都可以跟宝可梦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做整合。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其实这几年呢也积极的在推户外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这2年呢也预计哈，我们跟这个智慧城市的计划呢去做整合哈，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呢，他可以透过行动网络哈的这个方式呢，在户外的这个学习里面呢，能够这个整合户外的资源哈，一起来做这个学习活动的深化哈。当时教育局也提醒家长，如果发现囡仔伤过入迷，影响正常生活，会当向台南市网络成瘾防治中心协寻，因会提供专业的意见来改掉囡仔的歹习惯。当日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东区一项大型的购物中心举办超值 VIP 回馈活动，规划了5重好礼，要让消费者下好康。佮结合国际知名品牌，推出2.8折的大优惠，要来吸引人潮。
国际知名配件精品，配合购物中心秋季 VIP 回馈活动，拍出2.8折的大优惠。一推出，就吸引一堆排队要来抢买人潮，会当看出这个品牌受欢迎的程度。这次啊 VIP 特招会啊，现在有2.8折，真的很优惠，比网络上面都还要优惠。大家可以来选购，都很漂亮，而且单价很便宜，都不用到1万块。购物中心应用秋季特卖，规划5重好礼，要来回馈消费者。南环购物中心已经开幕满1年多了。那1年多的话，所累积的主顾客，当然 VIP 大概有将近1万名的这个 VIP。那这个 VIP 的话，我们说，它对我们的贡献度非常的高。那我们认为说，在这么高的一个贡献度的消费者，我们怎么样再优惠给这些消费者能购买更他们所要的东西？那我们这次规划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以我们的那个捷星这个 JS 的这个平行输入的厂商，他也非常的配合我们说好，只要是南网要回馈给我们的这个主顾客的话，他也提供出清价2.8折的这样扣记。那我们认为说这个是对我们南部的消费者非常有震撼力的一个价格。那我们也是给这个消费者，只要你拿到这个邀请函的话，可以免费拿到欧舒丹的这个沐浴乳。再来的话是提供免费的停车。秋季 VIP 回馈活动，日期为9月8号开始，一直到9月19号为止。配合指定信用卡消费，也可另外有好礼相送。观众朋友不妨趁这个优惠去抢便宜。台联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针对骨头的痛痛，大部分的医师拢会选择开消炎药啊，或者是类固醇来降低发炎。但是使用消炎的或者是类固醇，定定会造成全身躯的副作用，嘛无适合用伫有肠仔胃毛病、甲心血管疾病的病人。所以，增生注射甲体外的震波治疗，就是另外一项选择。透过下面报道，咱做伙来了解。关节退化并不是干那骨刺已经软骨磨损的问题，同时佫会伴到上边肌脉萎缩、甲韧带强度的下降。而使用传统用食的消炎药啊，也就是注类固醇，并无法度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进行注射治疗甲体外震波治疗，都是另外一种选择。增生注射治疗跟震波治疗都是在针对退化的肌腱跟韧带还有关节的部分。那所以两个治疗的方式略有不同，注射的做的方法也有不同，但其实它的核心价值都是希望已经退化的组织、肌腱、韧带可以获得适当的修复。虽然两种疗法拢会当带来正面的效果，但有部分个案并无适合采取这款的治疗。如果民众有比如说急性的感染，比如说本身有一些血液疾病、免疫疾病的话，就不太适合做这样的治疗，所以可能还是需要跟医师多方讨论。医师指出，在治疗过程当中，会当利用超音波检查恢复的情形，如果再搭配物理治疗仪器、治疗性运动等等，会当让治疗效果更加明显。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一名64岁的先生，最近这3个月，倒手会动的物件，或者是姿势改变，就容易头壳晕，也悬对手麻无力。医师经过尿血压，发现这2支手的血压相差真大。经过检查，才发现是倒边锁骨下骹的血管伤过矮，最后帮伊扩大血管，镜头才会当完全改善。一般伫咧尿血压的时阵，2手收缩压正常落差会伫10以内，一旦超过15，就要注意是毋是有锁骨下动脉塌掉的，因为除了会造成手的血流不足以外，有可能造成手麻、无力、头晕、类似中风的情形。正常人2手的血压大概差距不会太大，大概都会在10以下，收缩压。那如果超过15以上，就要开始怀疑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最常见就是这个锁骨下动脉阻塞，因为锁骨下动脉就是在我们这边两边都可以摸到这个锁骨下面的动脉，它就是供应我们去2手的血管。那如果说有其中一条血管有阻塞的话，另外1手的血压量起来就会很明显的偏低这样子。
那大部分的这种病人其实很多都没有症状，那这种人大概就是吃药控制就可以，不要让它变得更恶化。但少数病人因为这个手的血压，比如说如果他是左手刚好是惯用手，或右手刚好是惯用手阻塞，他去提重物的话，或者说去活动的时候，这时候血流不够，手就会容易手痛。那这条动脉它又有一条分支是往脑部的血流，所以也容易头晕啊，或者产生一些类似中风的症状这样子。通常这些病人就是跟我们一般血管阻塞的病人好发族群类似，比如说这个病人他长期抽烟，他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高血脂，或者家里面有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发生这个血管阻塞的疾病，这些病人都会容易就是有类似锁骨下动脉阻塞的情况这样子。医师指出，除了食抗血小板药物以外，平常时也要加强控制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以及高血，以防止其他血管也塌掉的机会。但新闻站上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是乌云雷阵雨，温度25度至30度，落雨几率7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9月7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